让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又喺啲节目当中同大家小见嘛解咯。大家听说同阿群妹共用好热天的时节，听说爱来一笔嘛解，比如就淋下去。真是很当畅快的一种享受。其实台湾吼有当到酒厂有嘅做，有啲嘅做秘鲁嘅，唔单像安尼哦。今日我同大家来小结，用台湾青菜地嘅食材来做出特殊口味、无香嘅秘鲁，我同大家来分享哦。细细格格来小结，今日节目第2位来宾係嚟台湾乡村酒庄嘅劉太哥，欢迎劉太哥，你好。好，大家好。我是台湾乡村酒庄刘华义。好，欢迎刘太哥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我一位来宾哦，係個講嘅朋友，歡迎劉太嫂，歡迎。大家好，我是詹麗珠。好，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哋嘅酒莊，今日行大嘅當道酒，我同大家來分享，錯冇？唔該，先同大家來講一下，一隻台灣鄉村酒莊啊，其實啲那片啊，因為像阿全部係沒有理人，外地沒有理親接談到嘅就是大湖酒莊、太湖酒莊，故事我們想要來請問一下劉太哥，也個酒莊係啲那片？在苗栗後龍鎮，後龍嘅嗰隻所在，哦，唔講有冇一啲後龍人，係後龍人係。唔係，我係新竹人，我係講回流嘅。我30年前來後龍，行做後龍第幾年開始開咗酒廠。哇，今年剛開始，今年才開始開的。對，是去年。哦，去年。對，我們是去年。所以也想要問一下這個劉大嫂啊，都在同大家講一下，跟大家稍微講一下這個酒廠啊，它的經營的方向比如說，大家來到這個酒廠裡面啊，可以玩什麼、吃什麼？哦，這樣，我們是這樣子的，我們是走特色的酒莊。那我們就是說，來我們酒廠可以品嘗我們的酒，然後體驗我們是怎麼釀酒的。還可以做體驗。對。所以應該說它是一個結合人文觀光、休閒農業的一個農場。對。然後很特別的是，太講談到酒莊，聽到酒莊，聽眾就會想到講，其實自己做酒，自己來釀酒，唔單像安呢，談講也就對呀。做酒嘅也就食材嘅來源啊，咩喺啲啊菜地請來嘅。食材的都是以在地自家種來為主。自家種用到上街啤酒啊，那就是用進口的。麥子的部分。麥子，對，台灣沒有的只能進口。對。那如果台灣有的，像我們的醋啊這些這些食材都是找在地最好的食材，盡量用在地，盡量用青口味，減少我們的食物里程嘛，對不對？沒錯，盡量用最好的。對。故數啊，今日劉太哥係酒莊嘛，那酒莊經常會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哋位酒啊，跟人家哋位酒品種來講，有咩按度種？第一大類就是啤酒，例如啤酒，那啤酒的做法是和一般商業啤酒不同，這是第一點。第二個就是米酒。米酒，因為後龍該檔係生產米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好品質的米。所以我們都用也是我們後龍自己的米。自家種的米。自家的米，把它做來。做的米酒。所以應該做的米酒。夯雜糕就是。走出來米酒杭州用也是在地的食材，例如說，順頭有一個叫西湖香，西湖香就產很多柚子，對，然後我們就把柚子拿來泡成利口酒，利口酒，對，就是柚子酒，柚子酒，那個還有一個就是橄欖酒，因為橄欖酒用土橄欖，土橄欖那個也是後龍苗栗地區，苗栗地區山上的土橄欖，那用我們自己生產的米，用配出來的。原來係安呢，古時候其實啊，其他的酒真正都會盡量用在地的食材，能有在地的我們就用在地。對，所以我現在就對啤酒覺得很神奇，因為從秘魯
啊，一般人可能会气嘎豆腐卡稍微酿一点点简单的酒，但是啤酒就不是自己可以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说大哥在苗栗来，然后气嘎就做的来做秘鲁，做成秘鲁的产品，精酿的啤酒，精酿啤酒。哦，古时候糖贡有4种这是4种口味吗？我应该怎么说？对，我们是因为爱是做乡村嘛，乡村最重要就是受到那个天气的影响嘛，天气，所以4季最重要嘛，春夏秋冬，所以我就酿出春夏秋冬4种不同的酒。春夏秋冬4种某 Q 用的秘鲁，对，所以它这个区分春夏秋冬，它是怎么样的不同呢？如果说我们以4季来说哈，春天的时候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对那我们就酿的这个酒要像春天的酒，要像春天的酒，春天的酒呢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如果说以那个5行来说哈，它是颜色较青，颜色比较轻，比较淡，黄金啤酒，冲啊素烘亚比，它又叫黄金啤酒，是不是？对，所以加个色它弹，对，它是主要是颜色比较偏绿，它主要是因为以5行来说它是走干，对，干，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是，所以说干最重要。哇，所以我这支酒是用走干来以它的那个意象的感觉，对，这样酿出来的。不过我啤起来呀，我又闻，我觉得它会有一股像花香的味道，对，花香味很重。是真的是花香吗？那是啤酒花，啤酒花的花香。哦，我送阿曲莫亚哈来试看下哦，完全不会苦。一点都不会苦，因为阿奎莫俺好色秘鲁，不过俺好色它淡咩，不会苦然后这个其实甜味蛮重的耶。为什么加给秘鲁会暗甜？为什么会这么甜？因为我在酿酒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生已经够苦了，不要再吃苦了，不能那么苦了，是不是？对。古时候秘鲁还甜咩，春天的秘鲁。对，所以我的酒是不苦的，比较不苦。好喝哦。韩国沙哈来喏，这个夏天的啤酒根本就冇带来，因为已经买退了，根本蛮爱冇机会吃到。古时候，请刘大哥再过来同大家来小结一下。那夏天的时候我们讲农人嘛，因为我们是乡村酒庄嘛，那几乎是围绕在农人的生活中嘛。夏天的时候，你看农人不是很辛苦的在做事情，但是很辛苦在做事情，他是不是要很大的体力？所以说很大体力的时候夏红如火，所以我的酒是红色的。红色的，对，那里面的糖度会较高，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很多的能量，对，所以说它是红色的。如果说以5行来说，它是走味。走味，对，肠胃，对，没错。好，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喝的这支酒就让我们的体力增加。对，对，我的酿酒的意念是这样。好特别哦，用5行含个四季春夏秋冬4季的想法，这种意象来做酒的品种口味的感觉。对，接下来咩係 Q 用係阿 Q 妹見面冇顏色到嘅秋天的秘鲁。夏这支酒它叫甜，所以它的那个风味就是蜂蜜的味很重。蜂蜜味也是用啤酒花调出来的味道，所以会有蜂蜜的味道。对，那接下来是秋天的酒。秋天的时候天气开始凉了，开始凉了，那时候很多人都开始就是肺部分就会咳嗽。我想来抽。对，那时候有一种就是我们的柑橘类柚子刚开始生产的，开始出产的。好那我们的酒，我的意向就是它让它走这一条，就是到了秋天，秋色白，走肺金。所以我的酒它的颜色叫白，颜色就比较喝起来的时候，它的柑橘味很香。我有柑
完美这种柑橘类的味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味道？对，也是用啤酒花，也是啤酒花。精酿啤酒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加香精，全部都是4种元素，就是大麦、水、啤酒花、酵母菌，就这4样东西做出来。好神奇哦！我吃到哦，唐刘太狗讲啊，其中这个变魔法，这个变汽水用的哦，按用就做得变出无香用口味的味道。不过吼，还有一种味道冇识到，等下休息一下再来，再跟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嘅节目，我係鍾意群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吼，要同大家來紹介台灣特色嘅酒莊哦，韓國佢係用青菜體嘅食材，做出青鐵片口味嘅暗豆種酒。剛才有講到吼，味路有4種口味，應該講很奇怪，它是用4種春夏秋冬的嘅一種意念來分成4種口味的安尼味路，從麼？剛才按紹介嘅3項嘅春夏秋，還有清明一早朗田，冬天的酒，真的中马该朗田的酒叫做朗田的酒呢，韩国它的颜色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深色的，对不对，刘太狗？对，没错哈，因为这个其实它就是黑啤酒啦，黑啤酒，坊间说的黑啤酒。啊，为什么我要用春夏秋冬的冬来诠释这个黑啤酒呢？就是因为哈，也是那个五行里面说哈，冬是黑色，冬色黑，啊，它走的是那个肾经，那肾的话就是免疫系统嘛，所以说我们冬天我们多如果说喝这种酒，对，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强。那这样就是身体就变很好啦，所以我的意念那时候酿的时候也是用黑色来做诠释我们的冬天的啤酒。然后我刚刚闻啊，我啤起来，这个米西同家哈，讲的春天的那种很浓郁的花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对对，这个为什么我闻到很像有一种焦糖的味道，对不对？我是不是有没有？有猜中吗？对对对，这是也是真的是想要做成焦糖的味道吗？它这个麦芽有烘焙过，有配过焦糖味，对。哦，还真的被我闻出来了，这就被我试过呀，米头真你看很清楚、很明显的味道，呀，阿權妹就來試看呐。哦。这个比较适合就是粗犷一点的，我觉得它是走粗犷路线的啤酒。男生比较喜欢喝这个黑啤。对，它一样，Q 腰唔会腐。真的，我觉得我刚刚喝的这2种酒，青苔的优点最值得被阿權妹推荐呢，就会讲它不会苦，然后这个味道呢，它比较重哈。对，是哈希，它不是像那个刚刚我们喝春天的啤酒是淡淡的，这个是它重哎，我甚至觉得它有一点点木头的香味。对，好不一样哦。鼓手就会用，对，大哥请说。我们一般如果说客人走到我们酒庄，我们时常就是请他们试饮。那我们会看到一个，如果说她是小姐啊，那我们就请她喝春。如果说是到了大概40、50岁的男人的话，我们就请他喝黑啤，一定要喝冬这一个黑啤酒，对，就很容易抓到他的味。对，像如果说他是30几岁的话，我们的那个秋很棒，因为那秋一打开来，哇，他就可以闻到那一股香气。所以说卖光了，所以很特别。你看，用五行，用这种意念就可以区分4种非常清楚不一样、非常明显某 Q 用的4种 Q 味的味路。对，古送的也还没学会来摸一下，生来啊呀味路，你像变魔术 Q 用慢的就做得来，做出按懂某 Q 用的香味，在没有添加任何人工香精、人工香料的方式底下。很用的来做出来也得有暗后色的味路。到底这个啤酒的酿造的过程，都得简单的同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好，做啤酒它有个很特殊，就叫做麦芽。那我们的麦芽其实不是麦要分开来我们一般人都对麦
都很了解，但是麦芽不了解。错，麦芽是把麦拿去发芽，然后会产生芽和它的根，然后再把芽和根去掉，然后取中间的啊，然后再去烘干。然后因为它发过芽以后，它已经不是淀粉了，那不是淀粉，直接就可以用糖化。所以说，这和做别种酒不同。啤酒呢，就是用糖化用固定的温度把里面的糖萃取出来。萃取出来，然后再加蒸煮。蒸煮是要把里面不好的东西蒸掉它。所以插着啦，某一东西，某一个东西，整体。把它蒸掉。蒸掉完了以后再冷却。要在低温大概17度左右的固定的冷却槽里面，因为不同种酵母菌它所需要的环境不同。那这个啤酒呢要在17度的左右，然后放入酵母菌，然后再让它发酵。发酵过了以后在固定的天数再把它取出来装瓶。那装瓶的时候我们还要用2次发酵。所谓2次发酵就是香槟发酵法。我们看我们香槟一开的时候，哇，那酒是喷出来。对，喷出来为什么？是因为它里面还有酵母菌2次发酵。那我们的啤酒也是2次发酵。因为我们这种精酿啤酒大部分都是用艾尔做法。有分2种，对，一种是艾尔做法，另外一种是拉格做法。拉格做法一般就是我们平常在喝商业啤酒。应该讲，拉格做法它的酒其实是可以放比较久，所以适合比较大量的生产。对，它大部分大量生产都是用拉格做法。拉格做法和我们这种精酿啤酒做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艾尔做法的，就是成本这方面也较高。它唯一和艾尔做法就是说，拉格做法它是大厂在做。因为它设备好啊。对。那我们艾尔做法就走特色、香气，所以有可能用艾尔做法做出来的秘鲁有可能今天喝的跟下礼拜喝的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艾尔做法里面的酵母菌是活的。活的它会有生命周期，它随时会就跟人一样从小孩子这样慢慢的成长每一个周期里面，走到某一个周期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不同的。对，所以它有生命的。古时候你会喝到某 Q 用，可能同一支酒，但是你会喝到不一样的味道，不同的感觉。对。所以这就是好有生命力的啤酒。阿 Q 会提100糖豆这个秘鲁它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同大家来分享一下秘鲁的小知识它里面的啤酒酵母是活的。除了有秘鲁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酒。不对，我们现在应该要先来讲秘鲁的前身忘了这个叫做黑麦汁。对，黑麦汁同秘鲁有关联的，因为我常常在外面看到人家在卖黑麦汁的产品，然后说黑麦汁懂饮用，喝了对身体很好，它含有 B 群。但是我其实不知道黑麦汁跟啤酒的关系是什么。是这样子的，是我们在做啤酒的时候都要先熬成黑麦汁嘛。那我们在熬成黑麦汁的时候，我就先赶快拿1杯回去给妈妈喝，因为我想说这个我们自己酿的很安全，所以我就先把这个黑麦汁拿回去给妈妈喝。结果妈妈喝了一段日子之后，发现妈妈的气色还不错，真的。对，那我们后来在想说，那我们可以，那后来一些亲朋好友也说，他想要喝，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黑麦汁也当做一种产品。好特别啊！可不可以它有时同豆不也完全没 Q 用，它的那个麦子的味道对还在，很明显。对，我闻到很重的麦子的味道，还有一种那种焦糖味。对，也有焦糖的味道，就是这些麦芽就会引力给的芒啊了走出来耶。所以黑麦汁是还没有发酵的啤酒，对，它没有酒精，没有酒精，对，所以你谁子大人小孩通通都可以喝。对，所以我们把它取名为
岳母麦汁，因为就是有泰国的岳母的黑麦汁，喜欢的黑麦汁。我妈妈现在都每天喝，真的哦。韩国我们单枪案内啊，我们大家兄都讲，日本有什么？有清酒。那国外永饮他们喝 whisky， 但他们的酒都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对。可是共到安利东风，我们这个中国跟台湾，太敢送到我们传统的酒，就想到说，米酒，那米酒可以干嘛？但一般就是料理，对啊，就是煮菜，对啊。所以大哥，你们做出来某 Q 用的米酒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米酒分成有20度啊、40度跟60度。对。那一般20度的话就是来料理。那40度的话，有的人就拿来做譬如说像橄榄酒啊，一些利口酒。40度可以拿来做利口酒。对对。那60度的话，60度我们刚开始是就是有一些朋友有那个泡那个牛樟汁，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有一个60度的这个产品。好香哦！那素烘亚比这杯就是60度的，对不对？对。然后后来我们就技术再提升一下，结果发现60度喝起来也很好喝，真的。所以我们就60度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拿来什么60度？你像这个狗粮有时都就是58度，接近60度。对。这个米酒也可以做成60度。对。Sakana。对。我不觉得它有60度它是甜的。对。黑甜咩？好特别哦。因为我们对。其实米酒是可以做到60度，而且是好喝的状况，好喝的情形，是顺口的，黑甜咩，完全没有你吃到，就是喝下去卡喉，讲不出话来。故事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再同大家分享酒庄的故事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富起來嘅，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我同大家來小見苗栗後龍嘅亞台灣鄉村嘅酒莊，佢就做當多種酒哦。咁下阿權妹啊，雖然人生頭一擺食到嘅60度嘅米酒，真係喺當 TV 韓國完全冇嗰種很嗆啊、當辣啦嗰種嘅感覺，係當酸嘅口感。唔過我想好，我要按好嘅米酒，也米嘅品質聽從咩當重要。一開始有講到後龍係做米一定好嘅素材，故說也做米酒嘅米，咪係啲後龍來嘅係。可以說都是我們自己產的。自己產的七甲中呢，七甲沒有這個中米。我就是我大舅子啊，就我哥哥啦哈，他自己種了7、8甲的米。那我們既然要做米酒，當然要做最好的米酒啊。所以我們就直接用我們自己的米，然後那個米因為很新鮮，對，好，所以做出來酒就會很好喝。所以我剛剛說到的米酒會按甜，係因為同樣米酒的米的品質有關係。對。當然以台梗9號米做出來米它的香味啊各方面還真的不錯。哇，難怪我有按 TPA。其實按台灣的米酒唔單槍做在哪裡做料理呀？其實這樣子喝，像大家也會喝高粱，也會喝到60度、58度啊。其實米酒沒做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對。哦，韓國剛剛有講到40度的米酒做在哪裡做？我們所謂其實大家在超市啊都可以看到的利口酒。對，利口酒現在有2種口味，係哪2種口味？一種是那個柚子酒，我聞到了，很明顯是橄欖酒。這個應該是柚子酒吧，對不對？感覺水哈痰，用 PS 時間，為什麼有一種奶茶的味道，好濃郁的感覺哦？它除了有柚子的香味之外，它還有那種應該是柑莓、柑橘科、芸香科的那種精油的味道。對，因為是柚子皮嘛。有柚味皮。故說這個是用40度的米酒做出了一個利口酒，柚味口味，阿權妹咬了色款啊。有一點點苦苦的。沒有，我要說的是，因為 Noboy 那種柚子酒啊，也係某椰酒這種。
芸香科类做出来的酒啊，感觉口感就会它甜，有点太甜了，太偏甜。但是人家做的是柚的香味有多过甜味，是柚子的香味多过甜味。故说我完全涉猎到很清楚、很明显的柚的香气。对，然后酒就是也是非常香。对，那是用我们的40度下去泡的。哦，古时候也以为没黑菜体的柚味。西湖主要以西湖。西湖的柚味。西湖那边的柚子有一个就叫文旦柚。文旦柚品种。对，用那种酒做出来酒香气较足。哦，哈香。对，因为它那种柚子较小颗，它皮较厚，皮冻冻，冻盆。对我们要走那种利口酒的柚子酒的时候，会记个皮，它皮该捞去削下来，它调度就该拍色的，拍色应该蒙太机系弄系拍弄，该因为该拍弄后系苦的苦腐，所以走这种柚子酒要花很多的功。因为要削那个皮，要只能有那个精油那一层，总得有浓嘅层哦，一有浓就会冻腐。对，所以花很多的功然后用到在米酒中泡，然后再加一点糖。细细的糖真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外面的真的有点太甜了。对然后1年以后拿出来，是冬香。没有，不用1年。像亚苏红亚比亚有很难的一种口味哦，是橄榄。韩国糖果亚橄榄是土生土长的那种野生，还不是土橄榄。对，是土橄榄。土橄榄2头尖的。那这个都要1年。好香哦，这个也是有橄榄的味道。谁关啊？对，像你常讲话的话，喝这个橄榄酒不错。我喜欢，我喜欢这个，好香，好好喝哦。那边有一些的微甜，然后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橄榄，有一点对，那种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对，好香哦。感觉橄榄蜜没冻从，古上唔可能蜜酒含走在拿来之后暗红色的利口酒。对，唔单像按呢。有蜜就赢哦，其实人家的产品含有酸吃，对醋的部分，对，那醋有2种口味，我们请大嫂跟大家介绍一下。醋那醋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那个老姜醋，老姜还可以做醋，对，老姜醋跟那个柠檬醋，老姜醋，老姜醋会辣辣的吗？好香哦，有一些的像卤姜嘛，腌姜的那种味道。那这个老姜醋跟柠檬醋，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有做那个七嘎咩黑七嘎粥基本醋了，基本醋对，基本醋，然后就拿来做腌姜，然后再加柠檬，对，或者加柠檬就可以变成2种口味，就是很多种食材都可以用醋来泡的。古时候做的拿来做姜马吃，还做的拿来做雷蒙吃，这个是柠檬的，柠檬醋，而且它是黄黄的耶。对，那新鲜的柠檬，新鲜柠檬就可以泡出这种颜色的醋，对，好香哦，对，那很香，不够要吃啊。其实醋还可以做其他料理，对不对？对，那还可以，像我今天就带来那个小黄瓜，腌小黄瓜，所以在家里啊，我们通常做料理的时候，尤其是凉拌菜，它可能就懂好用笋吃。那可能用一般的米醋，它的味道可能没有那么足。对，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像这种水果醋、酿造醋。我们这种醋吃起来比较温，比较不刺喉。对，不会按拉。对，设计了不会有那种卡喉感，对不对？对，这比较温。对，这是日本醋啦，日本人都喜欢喝这种醋。对。古时候基本你懂葱也会黑，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种酒以外啊，还有一红来吃到青葱叶的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分辨真假酒。今天大哥有带2些罐的来，这里一罐是米酒，70度的米酒，韩国那个一根也是70几度的这个药用的酒精。外观完全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告诉我们真饮黑有饮用用酒精，不管是食用酒精还是药用酒精来混的话，其实一般饮应该生毛嘛该出来，喝不太出来。对。所以今天大哥要教大家怎么分辨，对不对？我该怎么做呢？这个一般看这个就是说酒一般大家都怕
假酒嘛。对，假酒。其实更怕的一种叫做烈酒，劣质的酒。因为假酒它是要仿冒人家，所以叫做假。那它的品质呢未必不好。但是劣质酒就是用品质不好的。对，可能就像我说的，要用酒精。对。古嫂，假使讲雅俗风也到酒啊，为了本其迄真的也迄假的，那大哥是不是说要把它倒出来，倒在手上，擦一擦，闻一下味道？倒在手上擦一擦，闻味道。你看一下，看看它擦在哪里？就很像。这应该是好，我先不说我的感觉好了。好，俺有批了，有记得这个味道哦。好，撒哈了，还能够一干。能够一干。所以就是把酒倒在手上，然后借由搓揉来闻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要有米的香味，对，是米酒的那种香味，跟很刺鼻的要用酒精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其实是很清楚的。古时候其实用按的方式做得简单来搞，大家来分真的酒也系假的酒。古时候啊，今日也有抢到刘太哥来到节目当中啊，亲密短短的时间，同大家来讲一下，假使讲要去养农场，做得去 DIY 体验，可以去做酿酒的体验，要去到哪？要用的去。东爱酒庄其实最简单的用 Google，打上台湾乡村酒庄，按你就请得到，就到了，就是最快的。古时候有限的时间，假使讲大家想要去试一下酒啊，看一下你台湾做的做顺用的无穷用的酒，分享以后两请刘太哥还有刘太嫂了哦。今日分享两位，神梦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好，谢谢。没神梦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可以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通欣赏来走运通了。